大家好，我係瑩音，歡迎嚟到我哋西餐剪粥嘅頻道。呢個頻道我會為大家分享一啲好睇嘅小說。如果你中意睇小說或者中意聽故仔，歡迎你訂閱我嘅頻道，點讚、分享同埋留言。而家事不宜遲，我哋一齊睇下今日嘅故事。第一集我哋提到白素嘅表妹高彩虹呢，就好中意一個通咗信3年、學識好淵博但有素未謀面嘅筆友伊樂。咁伊樂喺信裏邊呢，就主動約彩虹見面啦，但係呢，佢又提到即係會有人攔咗佢哋見面嘅。但係到約定嘅時間啦，伊樂果然失約。咁為咗揾伊樂呢，衛斯理同彩虹呢就出發，按住伊樂所俾嘅地址，咁樣呢就去揾啦。但係去到嘅時候就發現，嗰度原來係一個軍事基地嚟嘅，而且喺基地入邊呢冇一個人係叫伊樂嘅。咁彩虹再寫封信啦，可惜今次伊樂都係冇收信嘅。咁衛斯理呢就懷疑已經走漏咗風聲，所以伊樂先冇出嚟收信。咁甚至乎協助佢嘅麥隆上尉或者係譚宗教呢，有可能就係伊樂本人。咁但係衛斯理呢喺偶然嘅情況之下呢，就發現伊樂原來呢喺報紙上面呢刊登咗一份嘅廣告。咁廣告裏邊呢就咁樣寫住呢，就話即係對彩虹呢就表示就話知道彩虹嚟咗。咁但係呢就有人阻止佢哋見面。伊樂而家呢就冇行動自由，所以請彩虹原諒嘅。咁衛斯理呢就順藤摸瓜咁樣嚟到呢個雜誌即係出版社嗰度，咁樣呢就查詢，咦，究竟係邊個落呢份廣告，同埋呢就要佢哋呢就提供呢個即係廣告嗰份原稿。咁喺一般嘅情況之下，出版社梗係唔會同陌生人即係交代呢啲客戶嘅資料啦。但係衛斯理呢就即刻出示咗去國際即係警方發出嘅一份特殊嘅證件。咁雜誌社嗰邊即係見到嘅時候呢，就即刻去配合。咁咧就將即係嗰個廣告嗰啲資料啊，即係同埋個原稿咧都交咗俾衛斯理。咁衛斯理發現啦，原來登呢份廣告嘅咧，淨係即係軍事基地入邊嘅第7科。咁衛斯理就唔想再好似上次一樣走漏風聲，所以佢決定咧夜晚咧自己親自潛入呢個軍事基地。衛斯理去到基地嘅外圍，咁由於基地呢就係位置比較偏遠啦，附近冇咩建築物，咁唯一嘅燈光呢就係圍牆上邊探射燈嘅燈光。咁入咗夜之後呢，嗰度簡直就伸手不見五指。咁衛斯理觀察到即係嗰個探射燈嘅速度呢，就即係非常之緩慢嘅。咁衛斯理就計過啦，大概有12秒嘅時間就可以俾佢轉換位置嘅。只要唔俾探射燈照到，佢其實咧就可以隱身喺呢個漆黑嘅環境入邊。咁衛斯理就即係把握住嗰12秒嘅時間啦，咁啊一路即係越走越近。咁咧就走到一個即係電網嘅即係前邊。咁衛斯理就即係戴住絕緣嘅手套啦，咁然後用鉗咧就剪開呢個電網啦。咁然後咧就剪開咗個窿之後咧，佢就喺個窿嗰度就爬咗入去。咁但係爬咗入電網之後，原來咧即係地下居然係有個陷阱嘅。咁好彩衛斯理身手不凡咧，就冇跌入個陷阱嗰度。咁入到呢個基地之後啦，咁衛斯理下一個目標咧就要揾到第7科。咁衛斯理咧就即係揾到基地入邊啲電話線啦，咁啊插上即係自己帶嚟嘅電話，跟住然後咧就喺電話裏邊咧就模仿呢個譚宗教嘅聲音啦。咁佢要求咧接線嘅人咧就即刻就將個電話咧就接到去第7科。第7科接電話嗰個咧原來係一位女士嚟嘅。咁衛斯理咧就扮譚宗教，咁就即係向佢詢問，就話你今日即係你哋嗰邊有幾多個人翻工啊？有幾多人值班啊？咁嗰位女士咧就答話我哋呢邊有6個人啊。咁衛斯理咧就即刻要求佢就話你而家嚟到即係第5號缸嘅即係樓即係江樓嗰度啦，我而家有緊急嘅任務要交俾你啊。咁衛斯理本來咧就希望就引即係對方出嚟啦，咁然後可以尾隨佢去，咁就可以去到揾到第7缸啦。咁但係可惜佢嘅計謀咧即刻俾人識破咗。跟住嗰個女士咧就話啦，如果係譚宗偉咧，絕對唔會要求佢哋離開崗位嘅，咁你一定係假冒嘅。跟住然之後咧就即係咁講完之後咧，跟住警報聲響起啦。咁衛斯理咧就知道，咦，俾人發現咗。咁衛斯理咧就見到前面有個倉庫，咁佢即刻咧就開咗個鎖，跟住咧就匿入去入邊啦。咁呢度提一提啦，咁倉庫個鎖咧其實係非常之
堅固嘅。咁只係因為衛斯理係一個好叻嘅開鎖專家，咁所以佢幾秒鐘可以開鎖入去。咁並唔係因為呢個即係基地嘅啲鎖好渣，只係衛斯理叻啫。咁衛斯理匿咗喺個即係倉庫入邊，咁佢發現咦個倉庫入邊咧原來咧就擺咗幾個導彈嘅彈頭嘅喎。咁忽然之間啦，佢聽到出邊咧就有聲音好嘈雜喺度揾人咁樣，咁然後有把聲就話：哎呀，我哋不如揾埋個倉庫啦，咁要打開倉庫。跟住有第二把聲就話啦：啊，開倉庫啊，要司令批准嘅喎。跟住衛斯理就即係利用佢哋向司令請示呢段時間咧，咁就揾地方匿。咁但係其實唯一嘅地方就匿喺個彈度，即係嗰個即係導彈嘅彈頭嗰度啦。咁佢就匿喺個導彈嘅彈頭，咁佢嗰度咧個即係彈頭最尖嗰個位置咧，咁有啲帆布有帆布套咁樣嘅，咁佢就匿咗喺入邊。咁啲人就四圍揾啦，跟住入到去，但係咁啊，梗係揾唔到人啦。咁冇人估到佢會匿喺個彈頭入，即係嗰啲帆布袋嗰度入邊啊。咁啊四圍揾，跟住啊冇喎，跟住然之後咧就啲人就走咗出去啦。咁咧就衛斯理即係嗰個導彈嗰個彈頭嗰度咧，就慢慢就爬翻落嚟啦。咁佢本來就諗住，佢哋走咗，我可以輕輕鬆鬆咁走啦。但係當佢去到門口嘅時候，佢發現呢道門咧只係可以咧喺即係出邊打開嘅，入邊咧係打唔開嘅。即係除非你攞即係嘢炸咗道門，或者你拆咗道門，咁樣先至可以離開嗰個倉庫。但係佢當時又冇工具啦。咁雖然佢身上邊有少少嘅炸藥，但係如果咁樣一炸之下咧，咁就實引起人注意，佢一定就會死喺亂槍之下啦。咁即係佢就諗極都冇辦法。咁喺呢個即係可謂窮途末路嘅時候，咁衛斯理就唯有主動投降啦。跟住佢就敲即係嗰個門，跟住然後咧就同啲人講，跟住亦都表明咗佢嘅身份，咁啊叫佢哋請即係譚宗教嚟啦。咁譚宗教咧就帶衛斯理去到佢辦公室，咁然後衛斯理咧就將嗰個即係嗰個即係廣告嗰份稿就俾譚宗教睇啦。咁衛斯理就話啦，呢個廣告係即係你哋基地第7科登嘅，咁即係伊洛佢隸屬喺第7科啦。當聽到第7科呢個名字嘅時候，譚宗教面上出現咗奇怪嘅表情，佢就話啦，唔可能嘅，唔可能嘅。第7科入邊呢有24位軍官，佢哋呢就分4組，即係每組6個人咁去值班，但佢哋全部都係女士嚟嘅。跟住衛斯理就諗啦，最初仲以為伊洛係一位殘疾人士，但後來咧就發覺係一個騙子，再後來咧又發覺原來伊洛佢可能係一位女性。咁呢啲反轉再反轉嘅劇情咧喺衛斯理故事咧係成日都出現嘅。咁譚宗教又再講啦，就話第7科咧係主理全亞洲入邊最大嘅電腦。而呢台電腦咧就係民軍喺亞洲防務嘅靈魂嚟嘅，佢接連住一個龐大嘅雷達系統，就係監察呢個敵方有冇進攻咁樣嘅。所以第7科裏邊嘅人員呢，就必須嚴守崗位，就唔可以離開嘅。咁譚宗教咧就再喺呢24位軍官入邊呢，就揾即係嫌疑最大嗰6位軍官出嚟啦。咁佢哋咧就係即係都係年約24、25歲嘅女士嚟嘅。咁佢哋嚟到嘅時候咧，都非常之驚慌。咁咧睇嚟佢哋6個咧都似乎係做咗啲唔啱嘅嘢。咁衛斯理咧就查問啦，其實你哋6位裏邊，究竟邊一位係伊洛啊？跟住譚宗教即刻就表示啦，其實根本就冇伊洛，佢哋6個都唔係伊洛。咁譚宗教就再講啦，就話佢哋6個咧都嚴重咁違反咗軍紀，我哋咧就會嚴肅咁處理噶啦。咁但係呢個時候，衛斯理唔明白點解話冇伊洛呢？既然佢哋又唔係伊洛嘅話，點解又會違反軍紀呢？咁喺呢6位女軍官之中，有一位就叫做萬中尉。咁萬中尉就講啦，其實佢3年前就見到即係高彩虹嘅一份徵友啟事，跟住出於好奇呢，咁佢呢就將呢份徵友啟事呢就放咗入電腦嗰度，咁想睇下電腦有咩反應。但佢估唔到咧，電腦居然會生成一封回覆信去覆高彩虹嘅信。跟住佢初咧就覺得都幾好玩，跟住佢就幫電腦就改咗個筆名做伊洛，跟住然後咧就將呢封信寄咗出去。咁呢一刻，衛斯理終於明白啦，點解伊洛嘅學識會咁豐富啦，同埋即係點解佢會好似樣樣嘢都知咁咧？原來根本佢就係一部裝滿咗各樣資料嘅超級電腦。
咁同埋伊洛講到啊，有6個人照顧佢嘅喎，咁大概就係講每一天值班嘅工作人員啦。咁呢3年以嚟咧，佢哋咧都係以即係呢一種嘅方式，就將彩虹嘅信就放入電腦，咁電腦咧就即係生成咗一封回覆信，跟然後佢哋又寄出去啦。咁呢3年佢哋咧即係佢哋六位咧都覺得即係咁樣做啊幾得意啊，咁樣就咁樣，所以彩虹呢3年裏邊咧就不斷可以同伊洛咁樣通訊。但係後來咧就譚宗教咧就下令咧就要喺電腦裏邊個即係職員檔案度揾伊洛。跟住佢哋咧就知道，咦，可能即係穿咗煲出事啦。咁佢哋咧就唔敢再去攞信。咁所以點解彩虹最後嗰封信咧就會喺基地裏邊冇人攞，就係咁解啦。雖然咧呢一刻萬中尉解釋咗事情嘅經過，但係最令到衛斯理唔明白嘅咧就係電腦呢樣人處理資料嘅即係嘅工具，點解會產生感情嘅呢？伊洛對彩虹嘅回信咧係滿有感情嘅，甚至想約佢見面。咁呢啲又真係電腦自動產生嘅？咁大家要知道嗰陣時咧就未有 AI， 連 Windows 都未面世。啲人操作電腦咧係要靠即係輸入呢啲指令嘅。咁即係所以講到呢度啦，都不得不佩服倪匡先生嘅想像力。喺50幾年前咧，佢已經咧就諗到啲咁天馬行空嘅故事，但係而家睇翻嚟咧就一啲都唔落伍嘅。話說回來啦，咁面對住衛斯理呢個疑問，咁基地入邊一個電腦專家咧就回應就話啦，電腦雖然係一台即係嘅工具，但係佢會根據人類俾佢嘅資料而作出反應嘅。由於呢台電腦咧就即係所儲存嘅資料咧就好多，即係太多啦。咁佢咧就根據即係按照住人類俾佢嘅資料，所以生成一啲反應，咁從而產生得感情咧都唔係冇可能嘅。咁衛斯理就再提問啦，就話呢個電腦而家要求要見高彩虹，仲埋怨你哋唔俾佢見，咁你哋唔覺得奇怪嘅咩？如果我冇估錯嘅話，呢台電腦咧已經愛上咗高彩虹啦。如果你哋唔滿足佢嘅話，或者佢仲會有其他行動噶。咁譚宗教嗰時就好驚啦，吓點會咁啊？邊有咁嘅可能啊？咁呢個時候，咁6位女軍官咧就面有難色。跟住佢哋沉默咗幾分鐘之後，咁有一位咧就嘆一口氣咁講啦：中尉，衛先生講嘅係啱嘅。其實我哋都發現呢個電腦喺高彩虹呢件事上邊已經不受控制啦，而且跟住衛斯理同埋譚宗教都即刻齊聲問啦：而且乜嘢啊？咁個女軍官就話啦：電腦話佢必須要同高彩虹見面，如果唔係佢就會自我毀滅。咁呢一刻，衛斯理就將伊洛登出嚟廣告嘅嗰份廣告就攞出嚟啦，就話呢份廣告係咪你哋登噶？跟住6位女軍官呢就大眼望細眼，佢哋都搖搖頭，表示佢哋都未見過呢份廣告。咁其實佢哋發現即係電腦呢就要求要見高彩虹嘅時候，仲會傳出一啲威脅嘅信息。咁呢6位女軍官嗰陣時睇見嘅時候呢，就知道咦，個遊戲已經唔可以繼續玩落去啦，所以佢哋呢都收起咗有關嘅信息。佢哋初佢哋以為收起咗有關嘅信息，唔再復信嘅話呢件事就會平息。但係可是即係佢哋見到呢份電腦稿嘅時候，佢哋就知道呢份稿就應該係電腦就趁佢哋唔值班，即係有其他人值班嘅時候先至發出。而其他人呢收到呢份稿呢，仲以為係即係上級嘅一啲秘密嘅行動，所以呢就照將呢份稿呢就送出去即係出版社嗰度。咁呢一刻，衛斯理就諗啦。既然電腦已經有思想，亦都有處理即係呢個即係障礙嘅一啲對策，咁佢會唔會利用自己管理基地，即係控制住核飛彈呢個權利而作出一啲威脅呢？呢個時候，電腦就生出咗一段信息，佢就表示佢知道高彩虹已經嚟咗，佢要喺1個鐘頭之內就見到高彩虹，如果唔係佢就會自我毀滅同埋毀滅一切。最令人擔心自然係毀滅一切呢個威脅啦。如果電腦真係控制，即係可以控制呢個核飛彈嘅發射，後果真係不堪設想嘅。但係電腦冇眼嘅，佢又點會見到高彩虹呢？咁呢個時候，即係有一位電腦專家就指出就話啦，其實只要幫電腦連接咗一啲嘅即係攝錄嘅儀器，咁電腦就可以通過即係影像嘅分析見到高彩虹。要阻止電腦發射飛彈，唯一嘅
即係方法就係要切斷佢電源。但係呢個電腦咧就有即係獨立嘅供電系統嘅，而且呢個設備咧就係非常之複雜。如果要拆除呢個供電即係系統咧，就起碼要2個鐘頭嘅時間。但係電腦俾出嚟嘅期限咧，只係有1個鐘頭啫，而且佢係絕對冇商量嘅餘地嘅。跟住衛斯理就話啦，但係彩虹已經翻咗香港咯，佢根本冇可能喺1個鐘頭之內趕翻嚟。咁呢一次危機可以算係即係一個毀天滅地嘅危機，佢會影響住全世界全人類嘅安全。究竟衛斯理同埋軍隊入邊嘅一啲專家點樣化解今次嘅危機呢？我哋下一集會睇下即係衛斯理點樣幫即係軍方去解決今次嘅危機。如果中意我哋嘅頻道，請大家訂閱、分享同埋點讚。如果想同我討論呢本小說入邊嘅情節同埋人物嘅話，歡迎大家留言。多謝大家支持，拜拜。